大約20萬嚟自以色列全國嘅極端正統派猶太教徒，近期喺西耶路撒冷示威，抗議政府擴大兵役徵召範圍。示威演變成警民衝突，期間一個15歲少年墮樓身亡，70幾人受傷。當局因為咁而關閉來往耶路撒冷嘅主要通道。以色列極端正統派猶太教徒一直以嚟都可以免服兵役，宗教領袖認為神學係神聖不可侵犯，擔心教徒服兵役將會令到佢哋同自身嘅宗教漸行漸遠。據報近幾個月有接近7000個極端正統派猶太教徒被列為逃兵役者，當中大約900人被捕。有教徒就話寧願入獄都拒絕服役。喺加沙戰事中有大量嘅以軍傷亡，軍方急需增補大約12000人。據報自從戰事爆發以嚟，教徒免疫已經令到大部分以色列公民不滿。以色列最高法院舊年裁定，極端正統派猶太教徒學生唔再享有徵兵豁免權。有分析就話，兵役爭議反映咗以色列社會內部嘅緊張同分裂，係總理內塔尼亞胡政府遇到嘅最大難題。